台湾基进党台南市议员李宗麟表示，对今年5月份东区的五角巷突然间打广告，讲要来移除部分的路树，一直到7月份，大南门古迹公园7丛将近100栋的南洋杉被直接来撤头，引发护树公民的质疑。对此，议员上午也是市府干务局甲护树公民文书工作者来召开记者会，希望进一步了解树木检测甲老树保护的重要性。台湾现在少子化嘛，生不如死。可是其实树木也是生不如死。我们在台南市高度进行快速的开发的状态之下，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树，透过工程，透过这个进步，但是它其实被砍掉之后就没有复原了。那我们当然知道说，树穴有可能下面也充满了病毒病菌，那不是一再种树。可是我们会希望台南市政府第一，你必须在工程进行的时候，跟台南的民众解释说，这些树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问题。第二，这个健检必须要被公布。第三，你必须要分层的来审议这些树木，不是说每一棵树它只要一生病，就没救就把它砍掉了，反而是有一些树还有救的，我们必须尽全力的来抢救。一排，拢总知影59丛。对路头到路尾啊，所以有影，但对遐行过了，若知影树仔是生命的人，伊会行去足艰苦。对遐过行到伫遐行到平安，目屎就流出来。树仔是生命，人嘛是生命。你要修正，你敢是用遮尔咱残忍来修正嘛？文书工作者李文雄表示，不止大南门古迹公园，就连嘉义路中附近。因为同学步道嘛移除了路树，以及大南新城的乌棒树嘛拢被街头式来撤摘，相当的唔甘。不过管理单位干务局表示，台南的路树是属地主义，加上路口的路树如果影响到交通，嘛会用来移植。目前就是依合并之后，就是我们目前树木管理是属地主义，也就是管理机关有管理机关的树。那公局部分就是管理，道路上的树、公园里面的树。那其实其他单位我们其实有订定一些植栽的一些规则那其他单位也可以做参考那大林国宅部分那是那个他们那个树木是这李老师提的，那是他们管委会自行要管理的树木那刚才回应就是一些像李议员他们还有其他。老师都提到就是说有些像路口树，有些移除后为什么没有补植那是我们里面我们有一个台南市公共植栽管理日条的第5条，它里面有规定就是离路口大概附近的地方如果说，因为我们目前的方式就是说因为旧的树如果说长得还好的话，我们就维持，但是如果有得病还是说在路口比较危险的地方可能我们就考虑移植。就是状况不好，我们就移植。虽然市府干务局每年聘请树木医生来检测大约5000丛的公园树木加路树，但却欠缺公开透明。因此，社区大学的研究员吴仁邦表示，政府应该重视树木所在的环境，而不是以路树会倒去伤人来威胁。我们今天讲了再多的科学，试问在座我们有几位可以听得懂？有多少人可以理解？你拿这个来告诉一般民众，大家听有吗？这说白了，这树木栖地有没有要去改善嘛？我也认同，在比如有一些路口真的是那个树真的如果是已经病了或者是倒了，当然移除不一定要再去栽种补植，那个有关交通的一些规范跟规则、安全，我也认同。但是我们现在今天要谈的是整体。台南市到底是要怎样对待树这件代志？我们今天如果还继续在鸡同鸭讲，我说实在话，过20年嘛是安尼啦。虽然被移除的路树是不是真正病甲危害到市民的安全，干务局甲护树公民有无同的看法，但市府伫个无抢救，就先来测毒，以及专家审理的结果，甲树木移除的天数，佮欠缺透明化，因此议员要求。应该重新检讨树木风险的评估，并且纳入公民的参与审议。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进。